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点这个蜡烛？点燃中央的蜡烛，这是基督之主，提醒我们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中央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这是欢乐庆祝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同在，赐我们盼望、爱、喜乐与和平。他完成了预言，救主已经降生。感谢神，我们一起参加主日礼拜，跟你身边的人点个头，一个微笑。嘿，好，这时咱要安静心来做礼拜，请有早迄个行动电话，请关机。
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做伙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55首，圣诗第55首，请听题赛你讲，请咱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咱游园徛伫，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的个别来个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伊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踮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了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可定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五万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性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
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因素，破坏人、万物甲上帝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报。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愿归献俾上帝，愿更献表现是所谓。请坐。这时，请主席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小小婴儿耶稣》。我们鼓掌，将荣耀归给主。这时，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41，嘛是以赛亚第9，记载着神圣诗的后壁面，哈显着我来启，请兄姐来用，咱同齐交托。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
互因大欢喜。亲像伫受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控断因跟头的军，侵略者的军鞋，过着火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兴命的导师，真灵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穷，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形成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这时到永远，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正结束。这时，咱请青少年甲社青来学乐，要学乐的歌声是一同齐声宣扬。我们谢谢社青及青少系的献诗。
这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是南洋教会一切生命的源头。你所做的工是何等奇妙可畏！虽然人类犯了罪，让万物都陷入了被毁灭的危机，但是因着你的爱，使世上的一切受造都在你伟大的救赎计划里。从亚伯拉罕、摩西和圣经中许多信仰人物身上，我们更看见你是信实的神。为此，我们相信教会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你都必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复活而得到盼望。我们愿意相信并活出信心的生活，坚定不移地奔跑这条成圣的路。上帝啊，我们虽然受疫情的影响，但教会因着成立影音小组，让愿意为你服侍的同工摆在你的面前，透过网络凝聚爱主的弟兄姐妹。今年更将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求你让我们教会的会友充满信心，委身在教会的事工，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因为主耶稣基督掌管的教会和全世界的前途，也为教会改选后的长职及各团契选出的明年干部来感谢你。本会将于12月26日办理就任，求主恩待及保守，持续爱主为主做工，也为今日晚上7时在宜安市公所后面办理圣诞晚会，感恩有你祝圣诞的活动，即在12月23日星期四的晚上7点到8点半，与宜安县政府一起圣诞的游行，还有24日晚上的烛光祷告会，还有26日在宜安县体育馆办理同岛一命送圣诞的晚会来感谢你。我们鼓励会友参加，不要让爱缺席。而南洋教会在今年也启动了社区事工关怀行动及对外宣教的意向。然而在大降节中，我们再次审视耶稣基督的降世是人，是你伟大信实的作为。愿主耶稣基督教导教会，也教导长职各团契的同工教友，在信心里刚强，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派你的独生子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爱和这份爱，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也谢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祈求圣灵充满教会，医治弟兄姐妹在捆绑中受伤的灵，让教会能活出你的爱和你的教导，让所有的信徒能像耶稣基督一样为天父而活。愿南洋教会每一个人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行出信心美好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惠，天父上帝丰富的慈爱，圣灵丰厚的充满在林耀新牧师同在，透过林耀新牧师的口传扬真道，与领受上帝的话语，并约应归主为圣，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到约翰福音第1章第1到14节。我即摆用现代台语版来读。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伫伊创造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被创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的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就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一照，黑暗毋捌赢过光。有上帝找来一个人，名叫做约翰。
这人来做证，为着光做证，要互所有的人通过伊来信。伊本身毋是这个光，是因着这个光做证。有真的光进入世界，来照全人类。伫个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迄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伊毋是有血统，毋是有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然后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现在我用和合本修订本来念：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是为那光做见证，要使众人借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而是那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视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愿上帝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即时，请教会诗班来学乐上帝。要学乐的诗歌是为爱降生。
这时，请林耀新牧师来正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圣囝耶稣谦卑降世，甚至耶稣谦卑降世”。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来问大家人一个简单的问题：主耶稣伫什么时阵出世？小可大家人考一下吼。咱伫咧今仔日咱伫遮咧过圣诞节，但是咱爱真清楚知影，主耶稣伊出世的日子，咱并毋知影，吼。搁小可互大家人小可复习我即个答案又搁是 OK。互咱大家人小可注意看伊即个规个教会节期的部分吼。伫咧咱的即个节期内面，咱教会将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定伫咧12月25，伊有伊的意思，但是并毋是耶稣所出世的日子。咱若注意看，咱12月25的附近，伫咧咱的农历内面有一个真要紧的日子，叫做啥？冬节，吼，冬节。咱今年的冬节伫当时后日，吼。冬节是啥物意思？是毋是一日内面迄个日头上短，吼，暗上长的日子？所以伫咧迄个中间，上主要是要帮助咱，搁一摆，互咱来提醒，人拢住伫咧黑黑暗暗的即个世界。当主伊降世时阵，所以有大光照入来，所以伫咧黑黑暗暗的世界有光照入来，所以咱若注意看，冬节了后，搁过来日头就开始一天一天拿来拿长，有无？就是用安尼来去做上定咱的圣诞节，上主要是安怎咱会定伫咧即个日子。吼，这也就是因同款的意思，当初时伫咧即个欧洲当初时的即个罗马世界，因就是将主耶稣的即个迄落出世的日子，用迄个当初时太阳神出世的日子，吼，伊的生日来做，是安怎？同款的意思，因用迄天又同款，就是太阳神入来，迄个光入来，吼，光伫咧迄个时阵同款，光哪来哪济，用安尼来去做上定。因为当初时原底本底是伫咧迄个西罗的即个希腊罗马的世界，因受到迄个希腊的生活有真大的即个影响。为着要转化，互迄个人对伫迄个信仰会通有一个更较清楚的认捌，就将即个太阳神的即个生日来甲转化，成做主耶稣出世的迄个日子来庆祝。所以咱伫遐咧庆祝的时阵，咱爱真清楚知影，上重要毋是伫咧倒一日主耶稣出世，乃是主耶稣的光进入伫咱的即个世间。要来光照咱即个黑暗暗的世界，互咱会通安尼来得到主的光，互咱会通来行往伫咧迄个真光的即个道路。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安尼即个节期，搁一摆，互咱会通真清楚知影，咱着怎样用着一款安尼的心态来迎接来会降生伫咱的即个世间咱也。要安怎好来准备好咱的心，来迎接主伊的再临？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主你欢喜来谦卑降世，道成肉体来到伫阮的中间，为着要承担阮众人的罪，互迄个。义的来代替迄个不义的，互阮因为主的关系，承担阮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安尼阮会通来
搁一届甲上帝你搁好，也互阮会通搁一届恢复主你原地本地所赏赐互阮人迄款安尼上帝的儿女安尼一个身份。但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来启示阮，来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愿咱的恳求祈祷，靠着所基督圣名，阿免。主耶稣伊本底是有上帝的形象的，但是伊却无安尼愿意来放下。伊原底本底甲上帝同等安尼的迄款安尼的身份，伊无安尼无其他来揽三用着伊甲上帝平等的迄款的地位，所以安尼上帝就伊家己迄款安尼自我的迄种限制，吼，这就是一个咱通讲是一个真大的奥秘。上帝伊为着要互人来认捌伊自我的限制。安尼，所以迄个人无法度理解迄个奥秘，就伫咧主耶稣的即个身上来甲伊安尼显现出来。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即个主上帝，伊竟然为着要疼咱，是安怎为着要疼咱？因为原底伊伫咧即个创世的时阵，人因为着要来高举家己，为着要甲上帝平等。地到自然甲上帝分离，来得罪主，所以上帝伊伫咧安尼一遍搁一遍的迄个拯救即个世间人的即个历程的内面落尾手伊自然伊家己亲自落来拯救咱世间人。所以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为着要听咱安尼谦卑欢喜，诚做一个被造的人。伊需要放下偌尔侪迄个自我的限制，咱会通安尼伫咧五个方面来看见上帝伊迄个神性的迄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伊是完全的，耶稣伊是一个完全的神，来成做一个无完全的人。过来，上帝伊原底本来是一个讲绝对的，吼，讲。上帝，伊原底本来是一个绝对的，但是耶稣伊对绝对的神，成做一个相对的人。第三，上帝原底本底伊是无限的，却为着世间人，耶稣伊对迄个无限的神的迄个位置，来成做一个有限的人。过来，上帝伊是原底本底伊是永远的，伊却为着世间人的原因。愿意安尼来成做一个短暂的一个人。上帝原底本来是不变的，所以为着世间人，伊欢喜来成做一个会改变的人。现在有人会感觉讲因为耶稣伊是上帝，所以爱放下即个权利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但是当耶稣伊谦卑，愿意放下做上帝迄个权利，成做人的时阵，伊到底爱付出偌尔济的迄个代价？咱也会通好好来去深想一下。今仔日咱一个人，如果今仔日若要爱咱安尼亲像亲像迄个猪也是狗安尼动物的时阵，伫咧地上伫遐咧爬，伫遐咧叫。安尼，咱有啥款的感受？那亲像咱安尼要爱咱放下迄个人的地位，成做一个动物，是一件偌尔大的迄款安尼牺牲。就较亲像讲咱即马世间人，咱会通做侪即个机器人，是伫咧网络游戏内面的一寡即个人物，拢是人所做的。人愿意为着家己所做的即个机器人，是即个网络面顶即个线上游戏即个人物，来伫遐来为着即个来牺牲伊的性命，互即个机器人是即个网络面顶即个人，安尼袂得到毁灭，会通安尼时常安尼讲长存，安尼你想敢有安尼的一个人？
伊欢喜为着伊所创造的来伫遐，为着伊来付出伊的性命。何况是耶稣？伊创造，伊是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上帝。伊甲人会通讲，拢讲天差地别，这是咱所无法度理解。所以伫咧诗篇内面，诗人安尼伫遐来分享，伊遐讲伫上帝的眼中，列国不过是迄个桶仔内的一滴水，是安尼讲迄天边顶的迄个土粉，是海岛不过是一个安尼极轻的一个尘埃。所以伫咧这个所在，人甲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上帝来比的时阵，伫咧诗人遐讲啊，讲人算做是啥物？人算啥物嘿？你遐尔关心世间人算啥物？你遐尔照顾。迄个至大的上帝，真做迄个讲至微细的人，但是耶稣以道成肉体来伫遐来安尼讲彰显上帝的伟大搁来显明人的即个尊贵。人因为有上帝形象，甲着迄个样相。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因为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上帝伊安尼有法度道成肉体，成做人。上帝伊袂成做任何的动物，因为动物无有上帝的形象，而且嘛无迄个对上帝来的迄个去靠开的迄个灵。人被造是一个通讲是叫做奇妙可畏的。所以上帝已经预定要成做人，耶稣伊安尼毋但有迄个上帝的形象，即个宇宙中的一切拢是伫咧伊所创造，阁是伊的，但是伊选择伫咧迄个伊有的即个代志的顶面，伊伫遐欢喜，伫遐来谦卑，放下伫伊迄个真伟大真至大的迄个地位。伊伫遐谦卑，伫遐来降世成做人。耶稣伊所拥有的即个一切万有，因为伊原底本底伊拥有即个所有一切万有，因为谦卑放下伊所有对遮的一切的权利，为着咱，伊真欢喜，真做一无所有。咱的地位安尼，阁算什么？咱有啥物通好骄傲的？咱所拥有的就搁较哪需要咱哪谦卑，咱才有法度来将这所有一切来甲放下。何况若认真讲咱原底本底是咱叫做一无所有，若毋是主耶稣伊所赏赐互咱的，咱原底本底咱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间，敢毋是？上帝伊安尼，咱所有的拢是上帝所赐，上帝赐互咱，包括咱的生命的迄个气息，甲着所有赏赐咱所有一切万物，咱爱将主权搁一摆来献互咱的主上帝。上帝伊将迄个管理权甲着迄个使用权安尼来赐互咱，咱敢有欢喜要搁一摆来？将咱所原底伊所赏赐互咱的，咱搁一摆来献互伊，互伊来掌权。耶稣伫咧即个世间，无用着即个上帝迄款安尼的位格伫遐咧活，乃是伊放下伊迄个神的迄个位格，用着人的位格伫即个世间伫遐活。虽然伊是神，伊却安尼放下瓦靠伊原底本底伊所有的迄款的权利。伊伫咧迄个迄个代志顶面底下来谦卑，他在这个会的事情上面，在那里谦卑。伫咧伊所行的这个代志顶面，虽然伊知影着怎样来做，但是咧，伊却是安尼凡事拢伫遐来倚靠天父。伫咧约翰内面，约翰福音第5章内面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讲，耶稣伊毋是无法度知影任何的代志，
但是伊欢喜伫咧中间，伫遐来谦卑，伊来将一切阳光归伫天父。所以伊看天父做啥物款的代志，伊就对咧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同款，咱兼有欢喜伫咧迄个中间来学习主耶稣。耶稣，咱看耶稣做啥物货，伊真做咱的模范，咱也安尼来做嘛。耶稣伊无所不能，因为伊谦卑放下即个权利，才会通真做迄个有所不能。那搁来凡事来顺他爸上帝的旨意。那伫咱安尼袂话一个袂安尼真熟悉的这个代志顶面，我靠上帝会通讲是一个真自然的代志。但是咱嘛会通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当咱往咱伫咧安尼学习，也是讲已经安尼捌一寡代志了，搁过来安怎？咱会真容易怎啊袂记咱原底本底应该是倚靠上帝，结果咱怎啊来开始来倚靠咱家己的做的这个聪明智慧，特别是咱伫咧做侍奉的时阵。当咱侍奉的日子哪来哪久，咱就会需要搁较侪谦卑，才会通来互咱来凡事来倚靠咱的主上帝。咱哪会的代志顶面，咱哪需要谦卑，才会来成就天父的即个旨意，来成全耶稣伊伫咧即个世间交代咱的即个所有的工作。就亲像耶稣伊坚持来放下迄个做上帝安尼迄个权利，直到伊完成天父安尼所交托伊的即个心意，咱安尼兼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谦卑坚持，凡事拢选择倚靠咱的主上帝。咱的上帝伊有5个即个本能。但是耶稣为着即个世间人，伊所选，伊欢喜伫迄个中间来弃权，来互天父伫遐来掌权。伊原底是伊是一个原底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耶稣对迄个无所不知的上帝，真做一个有所不知的一个安尼的人。迄个伊原底本来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伊欢喜为着咱来真做有所不能的人。伊迄个原底本来伊是无所不在的主。伊伫咧中间耶稣为着咱，伊欢喜真做一个有所不在的人。伊原底本底是无所不见，耶稣却欢喜伫咧中间来真做一个有所不见的人。耶稣是一个无所不有的上帝，却为着咱来欢喜真做一个有所无的人。甚至会通讲叫做一无所有的人。耶稣因为谦卑，甲着伊的迄个疼，愿意来真做人，真做一个安尼有限的被人性所限制的一个人。上帝伫迄个原底伊本来伊将咱安尼做了非常的好，做了安怎好？做了将咱人安尼做甲会通讲啥物代志，咱拢会晓。咱会晓治理即个全地，也会晓管理即个动物，也会晓安尼讲修理修建即个爱电乐园。咱就开始感觉讲哇，咱家己真厉害。咱想要，咱期待要真做亲像上帝共款。所以咱伫迄个中间，人选择骄傲。无爱倚靠，无爱顺服上帝的命令。咱伫迄个中间，咱人因为安尼，才来安尼来得罪咱的主上帝。因为咱无愿意顺探主上帝，咱来效法耶稣基督伊款的谦卑。咱毋通来伫遐来效法着即个亚当夏娃。咱被创造真做人，被救赎真做一个新造的人，一切拢总是上帝恩典。咱的生活，咱所有一切的动作，甲着咱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动作，一切的存留，都在乎着上帝。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神的恩典所成的。咱今仔日，咱会通真做一个什么款的人？
拢总是上帝的恩典。毋是咱比别人较厉害，是讲比别人较有能力，乃是比别人安尼，咱讲搁较有福气，得到安尼比别人搁较蒙恩，搁较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咱就应该学习搁较谦卑，来倚靠来顺服咱的主上帝。耶稣毋若安尼放下迄个做上帝的迄个权利，伊凡事伫遐来倚靠天父，伊搁较是将伊家己放伫咧迄个罪人的迄个权柄的下面。耶稣伊伫遐顺探着伫咧顺服着伊的即个世上的父母的时阵，伊特别伫咧即个12岁的时阵，伊去到伫即个圣殿，伊伫遐甲着安尼经学教师伫迄个所在，伫遐咧谈论着上帝的话。伊的老爸老母无明白伊的所行所做，但是伊伫咧中间，伊无违背伊的即个地面上的即个父母，反倒伊伫遐欢喜顺服，也甲着伊的父母转去到伫即个拿撒勒的所在。迄个无罪耶稣会通来安尼放下伊做上帝、做神的迄款的权利，伊伫遐来顺服有罪人，咱为虾米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彼此伫遐来顺服？特别是当咱安尼，咱讲咱若讲咱捌到比咱的做咱的遮个领袖也好，咱的父母搁较侪的时阵，咱才有欢喜伫遐来顺服因的即个教导嘛。是讲有侪咱的遮个少年人因安尼真有才情，因有真好的遮个想法的时阵，咱才会做父母的，咱才会做时代的，咱有欢喜谦卑伫迄个中间来伫遐采纳因安尼因的意见，伫遐来彼此伫遐来顺服无？耶稣的谦卑毋是迄个表面的，乃是迄个真实的迄款的谦卑。伊伫迄个中间，伊毋若顺服迄个无罪、迄个公义的迄个上帝，伊也顺服迄个不义的、有罪的遮个世间人。顺服毋是因为迄个对象来伫迄个中间来顺服，毋是因为伊堪伫，伊比我较大，比我较好，所以我来伫遐来顺服伊。乃是因为性命来伫遐来顺服。因为咱有耶稣迄个谦卑的性命来欢喜伫遐来顺服，来伫遐来培养耶稣伊的迄款安尼谦卑顺服的性命，用耶稣的谦卑的性命来活出咱应该有的迄款的谦卑。咱顺服是因为顺服上帝来顺服人，顺服上帝所安尼，迄所设定的迄款的权柄，顺服上帝所定的迄个旨意来顺服人。为着耶稣，咱伫遐来操练，伫遐来安尼伫遐操练谦卑，愿意来顺服，比咱搁较卑微的人，比咱搁较无好的人，谦卑才会放下权利，放下权利才会有法度来伫遐来顺服。耶稣的谦卑，互伊安尼顺服；耶稣的顺服，互伊至到完全。谦卑就安尼得到恩典，顺服就蒙恩蒙福。耶稣伊伫遐放下迄个做上帝权利，真做人，互咱一个真好的模范。安尼，互咱亲像讲咱安尼伊。伫咧中间，伊伫咧这世间，伊欢喜来放下迄个做老师的权利，伊反倒真做奴仆来为着伊的门徒伫遐来洗骹。咱敢有法度安尼？咱若照着耶稣伊所行的，咱就要有福气。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毋是为着咱家己，乃是要为着咱的主，为着别人因的利益，愿意来选择。谦卑来放下咱一个做人的迄个权利，什么款的权利？咱拥有所有一切权利，咱放下做父母的权利，放下做牧者的权利，放下做一个头家的权利，学习耶稣的权柄，就会安尼伫迄个中间来培养耶稣的性命伫咱的内面。所以不管
今仔日咱伫咧家庭也好，咱伫咧咱的婚姻也好，还是咱伫咧咱的迄个亲子的关系，甚至伫咧咱的教会，还是伫咧你的工作的场所，当咱原底你是有权柄，你是有权利的，咱愿意伫咧中间来放下咱的权利，咱就爱知影，其实事实上，当咱选择迄个只有家己就是一种的损失。当咱选择看无家己，就要争做咱的机会。放下权利毋是失去权利，乃是要反转，要得到迄个真正的权利。真正的权利是对伫听，甲迄个影响力来，毋是用着咱的迄个地位，甚至是掌控来得到。那咱安尼认为咱是一个头。不管你是伫咧教会也好，你伫咧工作顶面，是讲你伫咧厝内面，你讲你认为你家己是头，安尼就应该带头来放下你的权利，来选择伫咧迄个中间来伫遐来谦卑顺服，毋是出头来伫遐掠掉你的权利毋放，乃是爱安尼别人要爱让别人来谦卑顺服咱，安尼咱就要安尼。来失去咱罪，咱只有欢喜伫遐来谦卑，有耶稣迄个谦卑的性命，互咱的迄个谦卑搁一摆来欢喜邀请耶稣迄个伊的光，伊的真光来进入着咱的迄个昏昏暗暗的心内，因为咱互迄个只有家己将咱的迄个内心安尼压看甲咱的心哪来哪恶。只有放下咱应该有的迄款的权利，互耶稣伫咱的心中伫遐来掌权作王的时阵，咱就要伫咧凡事顶面来荣光伊的名。所以求主帮助咱，当咱伫咧安尼即个圣诞的即个主日的时阵，咱搁一摆来想，咱兼有欢喜来学习，亲像主耶稣安尼谦卑降世，亲像人。咱也伫迄个中间来谦卑，来彼此伫遐来顺服，互耶稣的性命来安尼成做咱的性命。所以咱会通好好来去想，耶稣的性命是一个谦卑的性命，伊为着咱安尼徛一个安尼第一个迄个模范，就是放下做上帝迄款安尼的权利，伊是怎样做到？搁咱有欢喜来放下一个咱做人安尼的迄款的权利嘛？咱伫看见讲，咱安尼伫咧最近好，咱一个久长的即个人类的历史内面，最遮个争执，拢是因为人毋愿意放下即个做人的权利，比较安尼有最遮即个安尼争执。咱兼嘛要继续来互即个世界来甲咱安尼克制，甲咱捆绑嘛。上帝是，既然伊是一个遐尼良善，伊是遐尼有大权能的主，为虾米咱无法度凡事来倚靠咱的主上帝，却是要来凡事来倚靠咱家己咧？有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去欣赏，咱特别是伫咧即个安尼圣诞的主日，耶稣欢喜谦卑来降世，安尼咱要为主来做甚物？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搁一摆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是监察阮的主。主，你也清知阮是毋是真正有谦卑伫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监察人的心的。主啊，帮助阮，互阮当搁过来，阮伫阮过来的日子，阮会晓得欢喜来学习主你的迄款安尼谦卑，为着阮世间人，主你放下做上帝的权柄、权利。主，阮也要伫遐来学习主你的模范，阮欢喜来安尼放下阮所拥有一切遮的权利，互主你家己伫阮的凡事顶面来掌权作王。互阮的性命，不管阮是拄着恶担当的事，
也是顺境，主阮拢会晓你伫凡事的顶面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中来伫遐来掌权作王，互阮伫凡事顶面，主阮拢会通来高举主你的名，互主你得到一切荣光。然后伫这个圣诞的主日，阁是一个年尾，主阮阁一届来反省阮家己，也互你圣神亲自来引带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会通安尼活出主你阮活出的款式，来荣光主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洗礼，这时咱要来请两位洗礼者廖丽云甲着这个周婕妤来到伫咱头前，咱这时来唱圣诗354首，圣诗354首，咱坐咧吟就好。婕妤，阮得到帮赞，因为有原住民在我们当中，我们用华语的哈，来，请站过来，靠近。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兄弟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如此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
廖丽云、周杰瑜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好请咱所有会众起立。廖丽云，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神上帝的名。阿们。周杰瑜，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神上帝的名。阿们。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结连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遭到试探时，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能一生一世服侍你。我们的主上帝，求你使我们从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之后，能更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以至于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转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会众请坐。这时咱要来接纳，请转过来。好，廖丽云是秀美的宝贝女儿咱真感谢主伊安尼终于决定要受洗各位婕妤周婕妤迄个是美儿的媳妇咱真感谢主，伊欢喜加做咱的议员咱嘛求主帮咱，互伊会通安尼哪来对这个信仰会通有搁较深的认捌咱这时咱来请所有的小会员，包括咱的这退任的这长老，咱同齐来接纳好，恭喜。好，那丽云请回座。那咱各位要小儿洗礼小礼洗礼，来请
铁木马少哈来到咱的面前哈，来请再过来哈。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话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马可福音里面也这样记载，他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我们的幼儿不明白这些事，但所应许的要归于他们。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带领他们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所以那个他改了名字，我常常都马绍雅各 ，OK。马绍雅各周婕妤今日你们的幼儿要受洗你们必须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神是你们的保惠师吗？大声一点。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幼儿，以祈祷其好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能遵照上帝教导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主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坚守这个约。这时，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铁木马绍，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神的名，阿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位幼儿们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位幼儿的父母双亲和会众亲自作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永在的上帝，我们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位幼儿，引导他将他的身体和灵魂分别为圣，使他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愿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引导他平安的经过孩童时期，救他脱离少年人的诱惑，直到成年时能告白他自己的信仰，并能坚持到底。主我们的上帝，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曾在拿撒勒享受人世间的家庭生活。我们恳求你祝福这位孩子的家庭，帮助他的父母和所有照顾他的人都满有智慧和温柔，让他在你爱中成长。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会众请坐。那个好，我们的铁木马绍我们都说小铁木
这个爸爸哈改了名字，叫回到他的那个原住民的名字哈，马绍雅各，啊，周杰宇啊，他们家有一个好可爱的小朋友啊。我们在这里为他们那个施行小儿洗礼，不是只有他们父母的责任，是我们所有做我们所有众会友的责任，要教导这个孩子从小啊就能够有一个好的信仰，培养他能够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自己来宣告他自己的信仰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小儿洗礼、有坚信礼跟成人洗礼之间的差别哈。好，那我们来再次拍手啊！好。啊，这时咱要来圣餐哈，咱来吟新圣诗364首。新圣诗364首，看咱坐咧来吟。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伊的教会的陪参者
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犯下归依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若啉的时，就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伊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式模样，大声来感谢。咱同心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安尼行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后师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是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咧等待时阵，请咱用祈祷的心来领受。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
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境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咱圣餐就到呾，到遮迄落。咱伫咧迄个啉迄个葡萄汁，迄个内底后壁有一点迄种那个是没关系吼，迄是伊的迄个沉淀物吼。咱过来啉一遍迄个364首来这边饮这杯，辛苦我饮袂到了，这边饮这杯，辛苦我饮袂醉倒。这边。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是头一遍来，也毋知奉献的意义，且毋通奉献。这是咱开始咱的奉献，请准备心，请曾建明甲王俊辉执事。
请坐。这时，咱要颁发胡适奖学金，请曾闭关长老。各位兄弟平安。咱学师奖学金吼，是咱教会真好一个传统吼，就是希望讲鼓励咱的细囝吼，不但伫课业顶悬来长进，嘛伫咧学识顶悬、伫品格顶悬吼，会当有好的表现吼。我想这是咱基督的信仰、专人的教育真正的重视的一部分。咱今年度这个学师奖学金吼，主日的部分有林以谦、薛雅欣、郑彩缇来请三位哈。这个奖学金咱请李长老哈来帮我们颁发哈。过来咱有迄个青少年的部分吼，青少年有3位吼，庄景文、胡寻礼、黄瑜杰吼来请出列吼。这个咱请郑美珍长老吼来为我们颁发。巡礼的部分再转交了哈，是巡礼要请阿公，好不好？咱请阿公来带领哈，阿公带领有个好处了，转发的时候会加倍。我们谢谢闭光长老，以及恭喜以上胡适奖学金的同学哈。好，现在我们来念本周的金句，咱用现代台语版哈，来多加点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咱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教会应邀和合本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好，我们一起来看迎新的报告。今日唔知有新的朋友无？好，咱来看报告。来，第一点吼，本主日是代将节第4主日合并圣诞感恩的赞美礼拜会中举行圣礼典并颁发胡适奖学金刚才已经颁发过了也有小额的洗礼，我们再次用鼓掌来祝福他们，跟恭喜他们。好，那第2点，本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第3点，下主日礼拜中举行2022的新任的长职执事会长及组长的就任式我们为这些为主做工的工人求主恩待及保守他们持续爱主为主做工。那第4点就是请各团契开始预备明年的施工报告
还有年底的环境的整理，还有关施工报告的档案请在12月20号传给教会的信箱。小会的公告，请大家来过一目第7点就是有特别，就是第28号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9点，日本会有举行岁末感恩祷告会。兄弟你也有想要数算上帝的恩典的见证请甲干事来登记肢体消息有很多让你的爱不缺席真的来参加有关上周的出席奉献报告侍奉会计报告我们就会甲大家来向干事来更正好，魔术家有补充报告。你下这边头拄小我唠到一项，就是咱伫国内迄个24号拜五沿岸有即个圣诞泰泽烛光祷告会咱欢迎咱的兄弟会通安尼来参与以及伫国内28号的即两个的祈祷会，拢欢迎咱兄弟来参与安尼就是国外咱鼓励咱所有正兄弟。伫今仔日沿岸有迄个伫咧迄个市民之声广场有即个圣诞音乐晚会沿岸7点到9点半搁过来一个即个拜喜有即个圣诞登车游行咱需要有10位的即个扮成牧羊人同齐来行咱即个市区咱宜兰市的即个市区。咱即个所有的即个行程总共是2.4公里2.4公里的即个行程提讲咱的即个宜兰市内面的即个，咱总共就是行安尼2.4公里的迄个行程拄好踅咱的即个宜兰市的即个市中心的即个部分所以欢迎咱兄弟会通你时间多合会好势来拢同齐来参与安尼。好，以上的报告。好，咱即时来祝福公道。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来祷告。12月是神子耶稣诞生的季节，家里和教会里会过着圣诞节，在购物的商场上也会过圣诞节。但你真的明了圣诞节的真谛吗？除非它就在你心里。圣诞的铃声传遍我们整个宜兰县，圣诞的歌颂声也环绕在当中。然而，你的内心有那份感动吗？你有找到真平安吗？除非圣诞节在你心里。圣诞节是付出而不求获得的精神，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喜悦而快乐，是忘掉自我，拨出时间关心别人，是抛弃无意义的事物而重视真正的价值，是平安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救主的教导中找到平安，是深刻明白付出的爱越多，便会拥有更多的爱去爱人。愿在这个特别的季节，这分享爱的季节，你是神的儿女吗？应当慷慨的去祷告，行动分享主耶稣的爱，为我们周遭看到的、听到的人事物，区区在主的面前，也为我们所在的社区、国家区区的祷告。圣经上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一年，你有许多值得感谢主的事吗？在个人、在家庭、教会、事业、工作上，若细心的回顾，相信一样恩典满满。也许这一年有特别的考验或经历，也许挑战的难关一关接着一关，但依靠信实慈爱的主，
在努力与艰难中都会安然度过，而生命却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成长，你就扩张。你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何等美好，他应许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需要安慰时，他会在我们的身边；跌倒时会扶起我们；需要有人背的时候，会背起我们，与我们一起哭，一起欢笑。主每天亲手扶持，让我们平凡无奇的生活，锐变成不平凡的灵命的经验。在圣诞节的节季里的荣光笼罩在我们当中，愿我们能像那些博士一样，寻求特别的明亮之心，来指引我们去找到为众人服务的圣诞机会。愿我们都能前往心灵的伯利恒，带着一颗柔和、充满关爱的心，作为献给救主的礼物。愿每个人都能有个充满喜悦的圣诞佳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上迎，请起立，咱来。上迎后，请牧师来祝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伫你即个圣的主日，阁是圣诞的主日，我阁一届为伫主你的面前来庆祝你的降生，也要来伫遮来迎接主你的再临。愿你保守阮所有众人，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主你爱阮所活出的款式，互阮伫你再临的时阵，阮拢会堪你诚做伫你面前安尼徛在有法度来面对主你的学生，互阮所活出的款式会通诚做众人看做好，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你。愿你也圣神不断安尼来催逼阮、帮助阮、引带阮所行的路站，拢得到主你的欢喜。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不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相啊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门。请坐。咱伫门口教会有为咱所有众兄弟拢准备每一个人一份的即个圣诞歌伫外面，咱会通来摕。另外门口另外一边有即个家军吼，咱的大家军伊安尼为着教会的建堂伫遐做迄个导路吼，来做义卖，大罐的250，细罐的200块。欢迎咱兄弟也会通来购买来使用吼。牧师有食过真好食吼。